这个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，应该就要趁过年这个时阵，好好休困一下咯。昨个疫情记者会，陈时中甲喙暗扭落来一瞬间，去互目睭金的医师发现讲，伊的喙唇生皮蛇咯。阿中部长为去年疫情爆发以来，用尾拢无好好来休困过。皮肤科的医师讲，生伫喙唇的这个皮蛇，拢是出现伫个过劳、伤过疲劳的族群。一旦若生过皮蛇，就真会过来复发，就要多多来休困，心情嘛要来放轻松。什么？陈时中2月初8记者会结束，嘴暗提掉，去台大医师发现嘴唇红红，敢若生皮蛇。可能会跟疲累啦、睡不好啦、或者压力有关系，都是20天以内呢，它大概就修复了。那修复以后，这个病毒呢就会躲藏在这个所谓的局部的这个神经里面，睡眠不足的时候，它就可能会再复发出来。医师讲，这种生伫咧皮肤顶的皮蛇，若是得这个病，就较会压起来。这种常见的脣疱疹呢，属于单纯的疱疹，常常诱发在免疫力比较低或者比较虚弱的族群，像是女性生理期来的期间，还有工作压力大、睡眠不足的人，以及刚出生的新生儿，也很常出现这样的症状。为去年2月疫情开始到即马，陈时中就捌好好休困过。武汉包机到来台湾，陈时中超过24点钟，同款无好好休困，把这些纳入。流鼻鼻唇舔到规个稀咧咧，互大家看真唔甘。年纪大了，这感冒就拖得比较久哈。不过还好。今日初，陈时中感冒2摆，搁发烧，不过嘛是亲身主持疫情记者会。若过年要到啊，疫情记者会会围炉到初2休困，讲希望阿中部长伫咧过年时会当食好饱，困好饱眠。